哟，什么大事能捞我女神姐姐来这儿啊？随军家属，身不由己。看惯了军中的装束，你这身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，肯定能流行起来。流行什么呀？这种制服诱惑早都该过时了。我呀，这是掩人耳目。娘娘，我们还是快点赶路吧。看见没有，我可没有闲工夫在这跟你瞎聊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别走啊！就，哎，别走啊！就，回头带了桂花糕跟你慢慢聊。就。哎，我问你，去江北营中走哪条路啊？这条最近。那个方向能到江北营吗？那个方向刚好与江北大营相反，是去往青浦的方向。坏了，我觉得这个李侍卫不对劲儿。那个方向能通往青浦吗？这条路不好走，但是条捷径。快，速速通知九王，让他往青浦方向去。是。没错，娘娘，这就是通往江北大营的方向，是娘娘记错了吧？啊，确实是我记错了，这野外的方向我哪有你熟悉啊？哎，该不会是什么谋杀案让我撞上了吧？我和他没什么冤，没什么仇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不行，这下麻烦了。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上厕所啊，我上厕所。娘娘，对不住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姐姐，我来救你了！杨言。真的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！什么猴子？是我，我早通知九哥了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接应咱们的。你受苦了。